道场呢要出口的就是很困难了。那当然或许想说在这个讲训，我们一定还要庄敬自强，要不然这样下去真的不好。以后我们怎么去带动？我们怎么去鼓励我们的后续？对不对？那因为在讲训来讲，不是说一定要讲的所谓挺好，或是讲的怎么样。你有学习，你一次、两次、三次，结果那个应该是你一次学习一次的体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而且有这一种平台，有这一种班位，我们都要把握。我起来半个小时也没关系啦，因为也没有规定。即使说你上来你要2个小时都你讲，可能也不行，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学习呢，如果说一个晚上有2个可以学习，是不是那个机会会比较多，那个意义也会比较有啦。即使你能够讲个2个小时，其实在讲训班来讲，或者想还是说可以的话，除非说已经他要学习一鼓作气的把它讲，要不然就是说就像国良他说我晚上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有机会我再直接介绍下去，这样学习这样都可以。那如果说你每一次起来我都要从头讲到2个小时，那都其他人要学习的机会自然就会减少。所以在讲道理来讲，其实我们私底下你要针对你所做的资料，你就要去领会。那我们在这里只是说学习一个台风，也学习一个站在台上你的心态的应变，你要如何去想。那一天的体会班完，今年跟过去说做拍摄安尼例子这个理到也正常或许相信你想要把它做100分这是或许对你的肯定。但是有人家临场，你在台湾大家学到做4啊条清华嘛我学到做4啊，但是起来的时阵，所以我在讲道理，有时候有的讲道理的时候，滚瓜烂熟是要唬你起来会胆怯的那个当下，你才不会断线。那个历练的成熟度挺够的话呢，你起来就会有那种你起来会心惊惊，也许会动气。你若不做4个月，也许就不会有那种问题那当然，在道场要成就当然道场也不可能要求大家说，你1点到2节学，爱怎么什么意见，没有那种要求啦。只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自己要求自己。那当然了，一次比一次好。那当我们学习表演的时候，难免都会有不足的地方。那个算起来也很正常。所以没有办法。所以说今年或许还是跟他说，那个也很正常。相信你也想把这一次理解的线动做100分给大家感觉嘛那当然那个有很多的因素没有办法掌握的那你1回是2回手，3个变高手，4个就会变成1回手所以你也不要因为这样而自己在那里责备自己的因为或许跟他说，或许以前是一样，现在是每一个场合是要表现100分，或许还是做不到的也是想说我能够把最好的呈现出来，这样就好了所以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秉持了一个责任跟使命，以及
道理，你看在道场的变卖是讲师呢，子点你知道吗？道场的变卖就是讲师，说实在啊，因为你阐释一个道理，让大家呢不是说你讲的很深的道理哦，最少就是你把所有你要讲的主题，你让大家很容易的能够听进去，又想去做的，那是最成功的。啊，不是说意见，也许讲师他讲的意见很高，是讲师的意见很高，但是如果说讲师的意见讲的很高，结果今天来的听众，啊，100个只有10个人听得懂，不代表你讲的就不成功。你100个，你讲的我最少有50个人懂得我讲的意思，哦，可以弹动他的心。你看10个跟50个有没有差？所以成功的讲师是让人家能够简而易懂，想听或想要去做，那个是最高的道理。真的啊，当然了，在经典所谓我们在讲的经典来讲，其实它会有意境，那个是没有错啊。我们在道场学习呢，就是一般在讲义方面，然后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在学习经典，因为经典里面就会有意境的地方。哦，那我们循序渐进的来学习，因为那种意境不是说我学一下就可以知道的，也许会比较有难度。意境来讲，还是要你的遭遇，你才能够提升你的心境。所以遭遇好跟坏不是坏事情，让你能够这一种你去想。所以说讲到，你若有苦甲付出苦，你讲看听的苦拢是表面。你若已经刻骨铭心的，人讲啥？苦甲苦入心，以心都袂当讲是真正的苦。所以讲咧，伫迄个你做有上介大的贵啦，其实就是你了解到那一种的意见，你又如何能够走出那一种的意见？自然你体会的意见，你就会欢喜。慢慢的，所以说要成就，当然要接受种种的机遇。所以好的当然是不要不好的啦，不好的也难受啦。那不过没有不好的，你又如何能够提升不好的意见？对不对？所以不好的还是好，对不对？有一天你会感恩，这个是后天真的历练过的。之前真的就是有不好的遭遇，然后呢，后来慢慢的，当你提升到一个意见之后，你会想说真的还是有遭受到意见的时候，你才能够去了解、感谢说当时如果没有一个考验，提升不了你的心境意见，所以说。当然是没有遇到是最好的，遇到你就把握在那个当下，好好调整你的心如何来安顿你的心如何来降服你的心你安顿心、降服心，唯有就是要达到清净的意境。你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个意境是不是最高？没有动一个念，没有好跟坏，就没有苦跟乐，我就是所以修道呢，当然就是其实要慢慢的提升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修不是修福报而已，我们是不会双修，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离苦得乐？是吗？你都干修福报，你不去修
你也许就过不了。所以今天又去那个太保跟那个他们那个志工队那个也曾经来佛堂正在看能不能成全他们结果他们那个志工队的班长说当时就有那个志工很虔诚很诚信真的。那结果后来呢？就是他的儿子辩护家庭的一个辩护，结果就没有出来，就没有出来。那我们在修办道会不会遇到这样？会只要人就会，不是你来道场才会。你今天没有来道场，你会更惨。大家有肯定这句话吗？因为你在道场，你认为你就这么打拼的，为什么还要遭遇到这样？那如果你这么打拼，你还会遇到，你要不要想说，我如果没有来到道场这样打拼，是不是我遭遇的会更严重？真的所以说我们所作所为，就是在储存一个谈判的筹码，就是在这里要不然诸天仙佛为什么不断的在鼓励我们要多行多留念所以说你在修办道不精进自己，唯有就是让你的业力来呈现，让业力呈现就不好了。有机会还好了，如果说没有机会的话，就一夜无辜了。真的你看背山那个鹰眼300多年，300多年他还是可以找到的，那个是有考据的。所以说我们无常的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身旁。那其实那个鹰眼诊所我们不知道，当然要鹰眼诊所，你讲咱人那咧心衰的时阵你会看那个太阳就起来。你若妄讲的时阵什么事情好像伤不了你，因为你妄讲的。你若咧心衰的时阵呢，真的呢就会一直来，因为你没有功德去挡住嘛，你没有谈判的筹码。所以说呢，在修道当中呢，当然我们就是要不会双修的。我们不是光主修福报。不过那个志工队的班长说，还好啦，那后来有出来。所以跟他们分享一些道理，其实他们也难得去听那个道理呢。现在我姐讲的这一个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嘛，不过以他们没有接触在道场的话，你要听这一点点的信息，你都没有办法。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在道场表现，我们还可以在道场听道理，这个是挺好的啦，真的啦。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能够办事，一方面提升意见，这样在修道的路呢，当然会越修越顺。其实不是越修越顺，是你的心越顺，是不是？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到最后你就会认同得到，因为你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安住自己之外，你一定会加强你办道的动力。办道的动力。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或者想我们今天能够参观是我们的福报呢，对不对？就像或者跟那一些志工队那个志工，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有机会也欢迎来到我们一个月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8点半到12点，我们要充实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心灵讲座，提升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没有提升心灵，你只有这样做，那有一天你遇到事情的话，你跨不过去。所以那个
结果他会比较在比较多的时间都会在实际那当然跟他们认识以后呢，各位前不断的跟他们接触啦，那分享一些道理给他，其实他听了也很高兴，所以他听了很高兴。今天去他们家里吃饭，他也很高兴。那么也拍摄担心，那么刚刚我们就因为多少我们都会跟他们分享一些道理。为什么他们会有关系？他们前往这个事。咱若见了你听，你感觉嘛有啥？讲这几十工前就听到这，真正咱拢袂感觉讲是啥。真个你若唔捌听到吼，真的，你要看含迄个主管对班长，伊嘛感觉讲真正的吼，听的吼，嘛会感觉讲感觉讲有所领会的来就是感觉讲真的也需要那一些东西。所以讲咱小妇孺啦。你讲办小节、小妇孺吼，怎讲嘛是遐因无了解，因是有迄个机会，你随便给他分享一些平常我们在道场里讲的道理，因就欢喜噶，真的安尼是欢喜的，所以讲呢，一直不断的鼓励他们，或者跟他们说，其实我错，你们因安尼做啦，其实有时间你嘛爱找机会来学习我精神的粮食。因为咱的人生拢会去嘛，所以讲呢，你甲想，你咧做福报的时候，当然你有开启你的智慧，你要做福报是不是？嘛是会作顺嘛，敢是安尼？咱若无真正呢，你当面的时阵，你就我遮认真遮拍拼，有啥物上品拢无看我咧做，毋是上品无所以尾你安应该分享迄个三天迄个道遍山，有地方，搞五子，安尼讲这个故事嘛，讲这个故事就讲因阿爸大斗牛一细斗牛出，就是要共摕嘛安尼嘛因囝当然看袂过，当因囝出头的时阵，伊讲安尼袂使，阿爸安尼做袂使，所以小斗牛一大斗牛出，结果三囝死。三囝死当然大家出怪脾气，讲阿爸呢咱厝人感觉足戇讲的，安尼，生三个孙的，较早迄叫人拼的迄出丁偌好的，安尼，但是你安尼电器应该出丁是唔好啦，结果呢，煞伊咧做好的时阵，煞三囝东西，真正有影安尼赢了电视，但是无形的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呢，好像是太平平生嘛先我跟他说，这三个是要来破恁兜的家产，因为恁阿爸的算讲恁的真正好业就是因为无义之财，这三个囡仔是要破恁的家产，但是因为伊做所以自从这三个甲你收做更了，你讲搞五子有义风，佮过来个生活，佮大家拢有欢喜。所以讲呢，伫这个你若毋捌听过颠倒的时阵，咱会感觉严格咧死，安尼怨天怨地，结果呢，当你了解的时阵，你讲，可能有影嘛是爱感谢上帝呢，因为无形的里面我们不知道，你当讲伊遐做家己爱做安尼当然呢，这种就是讲当然咱人家投资基袂对，也对，袂够啦，是毋是？基袂过。只要你有教的时阵，就会你的利益。所以讲，在于修道的真的就是在道上修。那在道场在座都是道场的中间干部，道场的薪水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所以讲呢，咱要安怎来健全咱每个班当然也不止说这一个讲训班反正咱道场的活动班会也期待呢，咱共同
要安怎稳扎稳打，哦，每一个基础都打好好。哦，后边呢应该渐渐就会有，渐渐就会有成长的。哦，不可一到场或许要看看，无啥物方法哦，就靠这个食的都好，安尼直接叫食的吼，安尼就好。2个月后一单后点就没有那种标。嘛是爱看考大家人的耐心啦，耐心啦，安尼哦，一点一滴哦，大家安尼来累积，真正诶，你若经过1单、2单、3单哦，真的就会不一样，那个基础就会变好。不可理性，要让他共同来突破这个瓶颈，唯有那一种责任跟使命拢是在咱各自的身上。因为咱2、3年前当然银行时间应该是较充裕，所以讲他所提议的那个比较圣人的那一种，要印证第一把的，我搞信任印证第一个，当然就是咱讲较济项嘛。你若讲你不管你意愿，其实你下个1回生2回熟，一点出来就会。你达到我会全新的时阵吼，这物件你根深蒂固的是你的脑海，拢袂叫问题。你练的当然会当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咱就是安尼去练，都是 OK， 都是好。或者人家怎么样？或者给人指标，我们讲信班如果要加强，真的你需要，要去按怎来做自我较好。当然鼓励大家啦，鼓励大家学习的那一种态度让大家发展。应该是进行讲训班的时候抽签会上来。前像是讲训班结班以前决定下个礼拜是谁要参赛。依在抽签呢？今晚有小安给那边。你们都决定上上。有争议的。你说讲了要太好。奖金班给那边奖金班被给手了。决定下个礼拜下次有哪2个节点要学习，每次的班都是这样决定，他怎么抽签呢？这就是抽签，你照抽签的顺序给你的。我来讲叫你嘛是不会来的。对呀，所以班长决定你下个礼拜奖金班，决定了人选，下礼拜就要来。人迄话多有代志，迄阵咱俩在讲。迄嘛是有代志啊。迄阵咱讲就是讲，你抽到你有代志，但是你后壁迄你爱做准备，伊有可能会请假。咱迄阵就是安尼，你决定后礼拜是咱人，无可能。所以迄阵抽签就是讲，你如果是1、2，但是那个3要准备，有可能这2个有一个人会请假。咱就照安尼啊，就依照安尼啊。感觉大家啦，因为迄阵的用的就是第3个啦，爱有一个准备第3个啦。因为他讲自己我们是固定班底，那个固定班底还抽签，抽签的，这套。